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揸 fit 同大家講下2025年10月4號星期六沙田嘅賽事。聽日呢，我係會提供第4場俾大家參考嘅。咁我亦都喺呢一場賽事呢投注咗一條嘅3重彩同埋一條4重彩。呢兩條飛呢，大家可以喺片尾嗰度睇到。今季呢，我喺群組呢，仍然呢，每次嘅賽事呢提供4場嘅連贏過關。咁喺今季呢，另外呢，我都會加多2匹嘅獨贏位次精選呢，俾群組嘅朋友。咁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我揸 fit 論馬群組呢，付少少嘅費用呢，就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第4場嘅4班1400米，今場馬我個初選呢，就係1號嘅時尚歡欣、5號嘅活力精神、9號嘅長隆區、12號嘅龍城強將同埋13號嘅特別美麗。5號嘅活力精神呢，係一匹紐西蘭嘅自購新馬，咁上季尾先跑咗一場田草嘅1200，咁嗰場馬呢，狀態又唔好啦，同埋又初出嘅關係呢，咁演出麻麻地，咁但係呢，唞暑之後呢，喺今季9月7號就跑呢個田草1400，咁嗰場馬呢，由阿巴度跑排一個14檔，咁嗰場馬呢係一場大冷門嚟嘅。咁一出閘呢，其實隻馬唔係好慢，咁但係呢，騎師呢一路扣住隻馬呢，一路拉到最後。咁佢最遠距離嗰陣時呢，距離頭馬呢有接近成10個馬位嘅。轉入直路呢，拉出去最外檔嗰度嚟追呢，咁追翻嚟呢，就跑過第4，輸俾頭馬呢只係個幾馬位，本身所做嘅時間呢1分21個67，你睇佢最嬲尾呢，嗰幾步呢，佢仲係有啲餘力呢追上佢嘅，嗰場馬呢，估唔到跑得咁好。今次排一個3檔。只要前段唔好用力咁多，揾遮擋位，然之後留翻直路嚟衝呢。如果跑翻上一場嘅水準呢，咁今場嘅對手呢，我覺得比上一場呢仲更加弱添。咁我認為呢，呢匹活力精神呢係值得睇好嘅，所以我揾佢作為馬膽。12號嘅龍城強將呢，今季呢已經出賽過，開咗氣㗎啦。嗰場馬呢就係跑呢個路程。後上跑過第5，輸俾勁沙塵呢2個幾馬位，演出呢中規中矩。復課所見呢，見到匹馬嗰個神態呢係非常之好嘅。今次呢，最好嘅呢就係佢排到個1檔，呢隻馬呢前段呢都可以跟前少少嘅。你睇翻佢上季贏馬嗰個磅位呢係121磅，而今場馬呢係負120磅呢，仲排一個咁好嘅檔位呢。同場對手呢唔係好強之下呢，呢匹馬呢，我認為佢呢都有機會走入前3名。1號嘅時尚歡欣呢，跑呢個田草1400呢係佢最佳嘅路程，4個第1，2個第2。轉咗過嚟鄭俊偉馬房訓練，最近呢，喺呢個9月19號呢，試一個泥閘嘅1200呢，嗰次嘅大閘呢試得好好，好輕鬆咁贏咗嗰次嘅大閘，狀態呢可以講係4平8穩。今次排一個10檔呢，就只嫌佢呢負磅重咗啲，負133磅。但係呢，睇翻同場嘅對手呢，好多呢都唔係話咁叻嘅啫，一啲馬。所以呢，呢匹時尚歡欣呢，喺今場馬呢，我覺得佢都有一定嘅機會。9號嘅長隆區同埋13號嘅特別美麗呢，揀呢2匹馬呢，主要原因呢，同場對手弱啊，所以揀埋呢2匹馬。長隆區呢，最近3次跑呢個路程呢，1個第2，2個第4，輸俾頭馬唔遠㗎，1個頸位，2有1/4馬位同埋1個馬位。神貨所見呢，狀態呢維持上將水準啦。今季又開咗氣，排一個11檔呢，我覺得佢呢都有機會呢，同場對手唔叻之下呢，跑入一個連贏配腳嘅。
13號嘅特別美麗呢，咁啊勝在磅輕117磅，但係排個檔位差，排一個13檔。咁啊，如果呢場馬嘅步速係偏快嘅呢，咁啊對呢匹馬呢會有利。咁啊，如果步速偏慢呢，咁啊佢比較難搞啲啦。咁啊，今場嘅13號嘅特別美麗呢，我估佢都係3344。第4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5拖1、9、12，三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5拖1、9、12、13。第4場嘅3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1名嘅馬膽5號，第2名嘅馬膽12號，第3名嘅馬膽1號、9號同埋13號。咁啊，呢一注飛呢，總共係3注，10蚊一注呢，總投注額呢係30蚊。4場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1名嘅馬膽5號，第2名嘅馬膽1號、9號、12號、13號，第3名嘅馬膽1號、9號、12號、13號，第4名嘅馬膽1號、3號、7號、9號、12號、13號。呢一注飛呢，總共係48注，1蚊一注呢，總投注額呢係48蚊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論馬群組，可以用65468512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：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。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